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委员会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对待维吾尔族人构成了种族灭绝，并敦促政府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加拿大众议院国际人权委员会对前任和现任议员周四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以提高他们对中国进行调查和采取行动的意识。另一方面，加拿大总理加斯汀·特鲁多再次抗议中国的强制外交。特鲁多周三表示，在华为中国官员孟晚舟一案中，中国对加拿大施加了压力，但加拿大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强制性外交。在东突厥散共和国日，维吾尔团体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在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宣布成立的东突厥散伊斯兰共和国成立87周年和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散共和国76周年之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维吾尔研究学院和维吾尔运动在安卡拉举行了会议。会议发表了关于东突厥散共和国进程垮台的原因，以及1949年共产党对东突厥散的占领的声明。活动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维吾尔运动代表东突厥散人民向克里米亚通讯社土耳其语总编辑塔什肯先生赠送感谢牌，同时感谢该机构对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散的报道。另一方面，维吾尔运动主席罗夏阿巴斯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埃肯埃克热姆和阿布杜哈基姆伊德利斯作为代表团访问了土耳其未来党公共关系主任乌兹达戈和外交关系总监耶里德利姆。代表团就中国在东突厥散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种族灭绝做了简要介绍，还表达维吾尔人对突厥和伊斯兰世界的希望。他们表示，在西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团体已经对维吾尔族问题表示关注，但突厥和伊斯兰世界对此保持沉默。希望突厥和伊斯兰世界采取行动，以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在11月12日的共和日，东突厥散的月牙醒来祭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展开。2020年11月12日是20世纪维吾尔族历史上建立的两个东突厥散共和国的第87周年和第76周年。在这方面，已经批准了美国维吾尔族组织和维权人士向美国相关政府提出的申请，并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前和波士顿市政厅前悬挂了东突厥散的蓝白色标志。除美国外，居住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土耳其、日本、瑞典、挪威和荷兰的维吾尔人于11月12日举行了一系列纪念共和国日的活动。在香港，有15名支持民主的代表辞职，以抗议罢免4名反对派代表和抗议北京。那些周四未出席议会常会的议员随后将辞职信交给了立法会秘书。提交辞职信的一位亲民主律师说：“我们现在将离开立法机关，但我们不会放弃争取香港民主的斗争。”中国国务院港澳代表处发言人说，如果这些议员利用他的辞职，并希望煽动反对派并出国干预，那将是错误。在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说，北京出台新规定取消其参赛资格当选香港议员是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再次未能履行其诺言，破坏了香港的自治权。英国将保护香港人民，并表达自己的声音，反对侵犯其权利和自由。美国媒体报道，调查机构爱迪生研究预测，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已经赢得亚利桑那州，取得该州的11张选举人票。拜登此前已掌握279张选举人票，加上亚利桑那的11张，拜登就是取得290张选举人票，这远超过入驻白宫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门槛。拜登目前在亚利桑那领先特朗普约11000票，寻求连任的特朗普目前仅掌握217张选举人票。